咁等我見到有啲人開始慢慢入嚟啦，我哋等多。Hello Tiffany，等多再多少少人入嚟啊。Hello Stephanie，Vincy，Hello，聲音 OK 嘛？如果 OK，俾個一字我啊。OK 啊，Connie，唔該晒，好唔該晒咁多位。好啊，咁我而家試一試個音色俾大家聽下。好，咁我哋等多1分鐘，咁大家揾一個地方咧去安住自己先，少少細聲，好啊，明白。好，好啊，晚安咁多位，咁就歡迎大家嚟到第三場我哋呢一個嘅聲音療癒啦。咁我估計大家今日都返咗一日工，咁就我介紹下我自己先啦。我係 Margaret 啦，咁係 Athena 老師嘅學生啦，亦都係一個聲療師啦。咁好高興今日可以參加到呢一個嘅聲頻演奏啦。咁喺過往嗰啲日子裏邊，我諗大家都好多聲音、好多畫面，可能會令到你係覺得唔係咁自在嘅。咁能夠喺即係抽一啲時間俾自己喺呢段時間度去做一個安靜嘅話咧，其實都要感謝自己啦。咁邀請你哋咧揾一個你自己舒服嘅地方，你可以坐喺度又得，或者你瞓喺一個你自己覺得安全嘅地方又得。咁然後慢慢地，我哋去進入我哋今日半個小時嘅冥想同埋一個同步嘅聲音導航。如果你係選擇坐喺度嘅話咧，咁你可以慢慢坐好啦，坐直你嘅，將你嘅背脊骨咧挨向個椅背度啦，膊頭放鬆啦，然後頭咧放鬆，唔需要緊張嘅。如果想令到個膊頭會舒服嘅話咧，其實個頸可以貼喺個衣領嗰度啦，慢慢膊頭沉低，雙手可以放喺你嘅大髀上邊，手心可以向上。同樣地，如果你係選擇係躺臥喺一個你安全嘅地方咧，留意翻自己嘅脊骨係咪可以貼到喺個地上邊啦，慢慢地全身嘅放鬆。眼睛放鬆，慢慢地可以合上眼睛，然後膊頭放鬆，
再畀自己個心安靜一陣，慢慢地下半身放鬆，慢慢地調整我哋嘅呼吸，鼻哥吸氣，然後鼻哥呼氣，鼻哥吸氣，鼻哥呼氣，再次鼻哥吸氣，鼻哥呼氣，慢慢安住自己，讓同步嘅聲音慢慢進入你嘅身體裏邊。如果你覺得有雜念嘅時候，慢慢地回復返自己嘅呼吸，一呼一吸就可以啦。如果你發覺念頭依然都會出現嘅時候，唔需要強迫自己，只要你回復返自己嘅呼吸，一呼一吸，啲念頭就會慢慢咁樣嘅走開㗎喇。
邀請你幻想有一道白色嘅光，而家喺你嘅頭頂上邊。呢道白色嘅光係嚟保護住你嘅。慢慢地讓呢道白色嘅光進入你嘅頂輪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地方最近係好塞住，覺得好多嘢諗唔通嘅時候，邀請你一呼
一吸，每一次吸氣嘅時候，讓能量，讓呢一道白光走入你嘅身體。呼氣嘅時候，將一啲唔再需要服務你嘅能量出返去，唔需要緊張，慢慢地做就可以㗎喇。隨住自己嘅呼吸，慢慢地呢道白光一路落到去你嘅眉心度。眉心最近可能聚集咗好多嘅雜念，有啲地方未必讓你可以睇得清楚，唔需要擔心，就讓呢一道白光入去你嘅眉心度，慢慢將佢洗清，讓你可以再更加清晰睇到前路。白光慢慢落到去你嘅面容嘅兩頰，你嘅鼻哥，你嘅嘴巴，讓呢道白光慢慢去滋潤你嘅面部。可能最近你喺面部上邊覺得好繃緊，未必咁容易可以笑得出，就讓佢呢道白光按摩你嘅肌肉，慢慢地讓呢度地方鬆軟返，慢慢地將你原本嘅笑容慢慢嘅笑返出嚟。白光隨住你嘅一呼一吸，慢慢地落到去你嘅喉嚨度。最近嘅喉嚨可能好多嘢你想講出嚟，但又唔知點樣去講，唔緊要，慢慢地呢度白光會幫你鬆咗呢一度嘅緊字，慢慢地嘅會將你想講嘅說話，想表達嘅說話講出嚟，唔好收埋一啲你自己覺得好難聽嘅說話。如果呢啲好難聽嘅說話，請你用呼吸呼佢出嚟，吸入多一啲感恩嘅說話，讓呢啲說話去滋潤自己之外，亦都可以讓別人更加開心。隨住自己嘅呼吸，呢道白光慢慢咁樣落到去你嘅心裏邊，喺心輪嘅位置，最近可能好多嘢綁實你，可能未必係一啲好靚嘅顏色去圍住呢一個嘅心輪，但係讓呢道白光幫你，讓呢道白光走入去你嘅心房裏邊，照亮你嘅心房，趕走一啲你唔需要嘅能量，讓呢個心回復返原先嘅光明，原先嘅純潔。
而家呢道白光將你上半身好好咁樣去圍住，讓你原先脆弱嘅地方可以更加照亮返起嚟。我哋繼續將呢道白光再送落去，去到你嘅臍輪嘅位置。如果呢度係好繃緊嘅時候，請你讓呢一道白光慢慢進入去呢個位置，一呼一吸，讓佢更加放鬆，讓佢更加令你更加有能量。白光繼續向住你嘅臍輪進發，讓呢度嘅愛比以前更加豐盛，更加容易釋放。白光而家落到去你嘅底輪度，底輪係我哋個根基，讓呢道白光好好保住你嘅底輪，然後更加讓你更加堅強，更加容易去面對前面嘅困難。慢慢地呢道白光一路落到去你嘅腳嗰度，而家你整個人都俾呢段白光包圍住。之前所有遇到嘅困難，或者你見到嘅一啲不安嘅情況，隨住你自己嘅一呼一吸，將唔需要你嘅能量呼晒出嚟。邀請你將呢道白光慢慢地嘅擴展到去你周圍嘅地方，
你而家喺乜嘢嘅空間裏邊唔緊要，你覺得呢度白光會比你原先嘅更加光、更加亮，甚至乎你可以將呢度白光送俾你至愛嘅親人，讓佢哋都受到呢一種嘅白光嘅保護。邀請你慢慢喐下你嘅手指，喐下你嘅腳趾，慢慢將個頭左右去擰一下，慢慢將自己有意識咁嘅帶返嚟，讓光線慢慢進入你嘅眼簾裏邊，然後張開眼睛。多謝大家，希望經過今次呢一個嘅同輩嘅演奏，讓大家再比之前嘅一晚更加放鬆。如果你有雜念嘅話，唔需要害怕，只要一呼一吸，慢慢讓呼吸去令你回到當下，咁你就可以做返你自己想做嘅事情，唔需要驚。有陣時雜念走出嚟嘅時候，就讓佢走出嚟，唔好同佢死拼。只要一呼一吸，佢慢慢就會將呢啲雜念就會走開㗎喇。預祝大家今個晚上可以有一個好好嘅睡眠。多謝。咁請你繼續支持啦，因為我哋仲有好多同學仔嚟緊呢幾日。咁希望每一日嘅10點鐘，大家都準時嚟呢度，享受一段
好好嘅旅程，令自己嘅睡眠質素更加嘅提升。多謝咁多位，好啦，咁就拜拜啦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